学乐来敬拜咱的主，各我的主。咱用这首歌来因为伊活，咱会通面对明仔载吼。因为伊活，咱无惊吓。因为我会面对明仔载。因为我无惊吓，我确实在。伊掌管明仔载。我命充满了梦，因为个我，因为伊我，因为我会面对明仔载，因为伊我无惊吓，我确实在。伊掌管明仔载。我命充满了希望，因为你个来过一遍来，因为伊我，因为我会面对明仔载，因为伊我无惊吓，我确实在。伊掌管明仔载，我命充满了梦，因为个我确实知，我确实知，伊掌管明仔载，我命充满了梦，因为伊个我，咱拍拍归荣耀各位主。哈利路亚！哦，耶稣有救我，咱才会通过日的。耶稣有救我，咱才有毋茫哦吼。所以咱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咱信基督的人，若简单伫现世有毋茫，咱是所有的人的中间上通可怜的。毋过现在上帝已经有互基督对世人中救我。通做已经死去的人，搁我的保证。感谢上帝，伊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互咱得到胜利。踮伫黑暗中的人有看见大光，踮伫死荫的地有光照因。对迄时耶稣开始宣扬讲，要悔改。因为天国得要实现啦，因为天国得要实现啦，所以咱就安怎赶紧把迄个时机哦，咱感谢上帝，哦，咱透过耶稣基督，伊是有救我，哦，所以一般的人讲哪往生，毋知要往位地生，哦，毋知要死位地去，哦，对无？咱面对生命的结束，哦，咱知影有永生，哦，上帝互咱透过耶稣基督。因为有赢过死亡的关系，所以咱毋当有高我的毋茫，所以正做咱头水的果子哦，高我头水的果子哦，所以赢过死亡，所以咱咧祈祷的时候，感谢上帝啊！你透过耶稣基督，互阮有高我的毋茫哦，互阮有永我的毋茫阮愿意承认，想讲若有亏欠的，有这软弱的主啊，阮活倒转来归向你，倚靠你哦，咱开声来祈祷。兄弟姐妹，咱来上学乐归予咱的主，咱的上帝。因为阮的上帝，阮学乐感谢你，因为你知影阮的需要，你知影阮无法度拯救家己，无法度靠家己的好所行来得到永远的活命，无法度靠着阮家己气力来度过阮人生最一切的困境。只有你会通帮助阮。只有你会通，互阮会通伫这困境的中间，伫摇曳的中间，互阮通赢过。愿主你来祝福，特别互阮伫你所享受的国外活命，愿靠你会通面对明仔载，面对阮的头前的道路。天父，阮的上帝，阮满心学乐感谢你。世上行兄总是主你甲阮相同在。
你对学生讲愿恁平安。阮相信，阮读你的话，你也要对阮讲愿恁平安。愿你的平安赏赐充满，互阮无因为外在的世事来颠簸、来影响、来互阮惊吓离开你的恩典。愿主你来祝福帮助阮心灵勇健，也阮软弱的时回转到你的面前，靠主得胜到夜阁有春。听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请坐。咱也要用这段的祈祷这段的上帝话做来宣告讲，基督伫十字架顶亲身担当咱的罪，互咱罪死，义来活。对伊的受伤，恁得到医治。恁以前亲像羊迷路，现在已经转来归伫恁灵魂的牧者甲监护者。感谢上帝，互咱会通伫遮来经历伊所受的鞭挞，咱得到医好哦；伊所受的刑罚，互咱得到啥物？平安，一个是平安，一个啥？医治哦。所以求主来帮助咱。心灵兄弟姊妹，咱做伙来经历，伫心州、伫心灵咱拢会当也得到上帝的恩典。咱若有需要代祷的你家己感觉你祈祷较无几咧，咱做伙来祈祷。你若有需要服即长老牧者服侍咱徛起来来祈祷。咱邀请主伫咱的心灵、思想。情感、意志、甲身躯来做主，将你的忧愁、烦恼交托这交托毋是你家己歹咧。所以咱做伙来祈祷。如果你若有需要，你就徛起来咱的长老为着你来祈祷好，咱三甲来祈祷来感谢请咱同工有徛起来，咱为着因伫遮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奉你的名，恳求你关营充满咱的同工来替这徛起来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奉你的名，你医治的关营充满，甲因三角同在。主啊，阮的软弱伫世上有劳苦伫阮的身躯有重担。愿主你来受恩赐福，互迄个医治的关营充满。你的透放，你的真理伫倒位，倒位就要透放阮心灵得到自由。主啊，奉你名恳求你伫阮的中间，互阮知影讲啥时我靠你来脱出阮伫罪恶的黑暗，也脱出阮伫病痛的束缚，也互阮的灵会通完全得到自由，亲像落音无溪水，较无你的话。奉你名求你受恩赐福，甲阮三个同在。哈利路亚。主，你的神伫倒位，倒位就要得到自由。主，你是神，阮敬拜你的，用心灵，用真实。你无受到时间、空间的束缚限制，互阮伫遮同心恳求，无论是伫病院、伫阮厝内，也是遮的需要的亲友。主，你医治的关灵，甲面三角同在，透放因心灵得到医治自由。会通伫遮来羡慕主你的话，主啊，阮同齐伫遮学老来敬拜你的宝座设立，同齐同心祈求，对宝座赏赐你的医治、供应、引带甲祝福，也互阮同神的白白拢得到上帝的恩典。愿主听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咱最后为着主来守望来祈祷。咱做伙用上帝话做伙读来，听祈祷的主啊，全人类拢要求困你，罪压倒我，毋过阮的过失你拢要赦免。你所拣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的埕的人真有福气。我毋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
咱要为着咱个人甲上帝迄线路会通啦吼，你的祈祷就通吼。上帝互咱会通领受讲耶稣对死过活迄款的权能，所以面对你的困难，靠主赢过迄个无法度阻挡伊的遮个关系吼，即款的权能来临到伫咱吼。因为遮个囡仔吼。无主这个预防针啦吼，所以囡仔的这个儿童，咱就该线上吼，佮有做这个时间咱恳求上帝所拜咱嘛有卫理堂吼，甲咱的圣歌队要联谊来到咱的教会，咱拢恳求上帝祝福。咱透过友爱基金你知影祝福，无论是对儿童一直到年长者吼。咱在培育遮个互因毋是感觉弱势，互因感觉讲是精英吼，所以咱迄个观念是转变就无共款吼，毋是讲拢定定互人帮衬，我要靠主坚强起来吼。咱伫这段时间呢，透过教会或者朋友来帮衬因吼。好，咱做伙起立无？咱做伙起立，咱来祈祷哦。咱来希望为牧师祈祷会当传达上帝话语诚做恁的帮衬吼。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愿感谢俄罗你，互阮会通伫遮伫这时机，阮才有当俄罗来敬拜你。主，你的宝血来清气，来洁净你的教会。清气阮的心，拄起这个惊吓，互阮会通伫遮好胆无惊吓，来求近你施恩的宝座，而且来敬拜，来学乐，就你的平安，你的祝福，伫你的同在，会临在伫你的圣会，互阮恳求的时阵，应允阮所恳求的。看见上帝的荣耀降临充满，你的圣神温柔充满伫你的百姓，互阮有大大圣神的充满，就通勇敢壮大，伫遮来宣扬你的福音。因为阮的上帝，阮感谢阿罗你，伫主你国外主日，阮阿罗敬拜，今仔要透过这圣歌队用诗歌来阿罗。看见迄个无可能的，要成做有可能；看见上帝你的权能充满，互迄个救恩临到伫全世界，每一个人拢成做有望的人。你也透过你的教会，成做是一个恩典的管道、施恩的出口，也互阮每一个人，阮就是教会。四线伫逐所在，伫迄中间成做光，成做盐，会当伫遮将上帝你的荣耀见证，甲上帝你奇妙的作为来保养，互每一个人，互因会通同得福音的好处。愿主你来施恩祝福，也透过你教导阮的祈祷文，互阮会通伫遮活出伫地里要亲像伫天里迄款的见证的生活。阮同心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诚，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要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主爱永远伫咧。将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互咱的性命因为有伊来得到救。个主享受的恩典是毋免付出代价的恩典，只要咱信，愿意接受，咱就会通得到。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咱三角伫地，这时。咱来用诗歌来学乐，来敬拜咱的主。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咱信的那么相信，就会称做义。因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
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义，伊若最来信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义，伊若嘴内信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义，伊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主丰盛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咱唔通犹豫，只要咱信，咱要成做迄个无看见就来信的人，因为迄个人是有福气的。上帝荣耀已经伫咱的心上，只要咱信，就通靠着主的恩典，重新得到快乐，过着得胜的每一日。哈利路亚！阿门。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义，伊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义，伊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义，伊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义，伊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哈利路亚，感谢老主，哈利路亚。这请坐。无论咱即摆的处境是如何，是何等的软弱甲无助，只要咱接受耶稣基督成做咱生命中的救主，咱就永远属于伊，主永远袂离开咱。检彩是跋倒，也是背逆，信实的主，伊的确要用永远的主爱听咱到底。我的心忧伤痛悔，摇带搁行行，坐坐困目瞪瞪，我袂牵着你的影。主你听我做宝贝，唔通放松我，予我永远念你面前，唔免搁着惊。你的听，靠近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野外，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为达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我的心忧伤痛悔，
又带搁行行，坐坐困巴当当，我袂牵伫你的领，祝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祝你会听，靠帮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死也活，坎坷也过关，绝无啥物会当拆散。祝你会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祝你会听，祝你会听，祝你会听，靠帮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死也活，坎坷也过关，绝无啥物会当拆散，祝你会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祝你会听。咱对上帝信心，毋是因为主会通成就咱生命中的计划，因为咱是上帝的计划的一部分。咱要顺服主伫咱生命当中的安排，主也要对伊的计划来负责。我相信主的应允，我相信主的听甲信实，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舍己将永远我命来相思。我相信伊就是我的阿爸爸，伊是在听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信心是我的安慰者，伊是摕温柔的同在来看生。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以至相随，我要一生跟随伊。我相信，我相信，信靠伊的有天，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的恩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舍己将永远我命来相思。我相信伊爸是我的阿爸爸，伊是在听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信心是我的安慰者，伊是摕温柔的同在来看生。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以至相随，我要一生
相信，我相信，心可以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心可以会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伊就是阿爸爸，伊看我做宝贝。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上听我的就是阿爸爸，伊听我做宝贝。主，阮相信你听阮，所以你伫耶稣基督内底所有的应允拢是确实的。主，阮相信，阮相信伫阮上软弱的时阵，你无弃杀阮；伫阮苦难的时，阮毋知要安怎往前来跑走的时，你抱阮，你爱阮，你看阮，行过阮人生黑暗的山谷。你用你的腿、你的管来安慰阮，你也应允引带阮行伫迄个稳定义的道路，互阮因为你所赢过死无关系，成做阮做头水、果我头水的果子。主啊，阮感谢阿罗你，伫世间人充满惊吓的时，检测有当时阮的心内嘛惊吓。但是主，求你对学生所显明的愿忍平安，有缘也对阮来显明愿平安。愿主透过你的话，透过阮今仔日唱歌队用俄罗的诗歌来敬拜俄罗你，互你的国外关联充满伫信靠你的人，互信靠你的人有生业技术对应。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咱做伙来吟诗，圣诗98首，圣诗98首，基督国我唱和散那，请起立吟全首。基督国我唱和散那，庆祝这伟大的日，基督国我一切受造，面前荣耀大力气，请看讲耶稣无中间，一张大手弹开看，伊的手向色温暖，奥妙听通向无线，基督国我打着阮一对绝望心记过去，清早行伫一路中间，因爱连烈大无
祷。主耶稣，感谢你，伫阮也软弱，阮也阁是罪人，也做上帝对敌的时，你就替阮死。透过你流出宝血牺牲，互阮通甲上帝搁再有和义的关系。你的疼透过十字架向阮显明，阮当会得通伫遮向上帝祈祷，拢是主耶稣为阮付出代价。所有的咒诅，主耶稣你替阮承受，煞将祝福来赐互阮。所有的苦杯，主耶稣你替阮啉，煞互阮福杯满满。感谢耶稣愿意顺服爸的旨意，感谢耶稣为着阮行这条苦路。当主已经赢过死亡的权势，对死过活，主耶稣担当刑罚，互阮得到平安。主你受鞭拍，互阮得到医治。因为你的过活，阮无搁做罪的奴仆，是要做义的工具。因为你的过活，互阮有新的生命，勇敢来为主活。因为你的过活，互阮会当面对明仔载，充满着盼望。感谢主，互阮甲主的过活得胜有份。主啊，教会移动无久啊卡配，因为疫情只会通用线上来举行。求主互老师甲学生透过线上，游园会通顺利进行。本周的双联大学校务会议，求主掌权，互因尽忠尽力来办理双联大学，互学员有丰富的学习，也有机会认捌主耶稣。一礼拜六有圣乐的观摩、青年的门训，拢求主保守看顾，互参与的拢通得到造就。教会友爱基金搁较有效的来运用，连结伫全人性命开办精英培育中心，来服侍有需要的青少年。求主使用精英培育中心，互入来到遮的学生有机会认捌主，改变因的性命价值观，成做因性命中的帮赞，互因会当成做即世代的精英。主啊，透过今仔日搁活主日，愿搁一摆来思想主十字架顶的疼，互阮透过敬拜，搁一摆看见搁活的主，领受主搁活的性命甲快乐，充满伫阮每一人的生命中，互阮通伫即黑暗的世代，勇敢传扬主搁活的见证。阮安尼祈祷，拢是靠对死搁活的主耶稣基督来求。阿门。有主的名，仰望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文62篇，也是腓立比书第2章启应文62篇。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
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咱齐声，一切的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俾上帝。今仔日是国外的主日，赞美礼拜，咱只是请圣歌队来赞美。
咱拢捌听过耶稣应显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故事。伫迄时阵，就是犹太人三角组织咧庆祝搬过节的日子要到啦。耶稣交代伊的学生，伊要甲因三角过搬过节，也要互因知伊的时要到，因要甲伊食最后的晚餐。当迄暝，因三角坐倒的时，耶稣对伊的学生讲：“恁着食即个饼，啉即个杯，因为这是我的身躯甲血，为着恁拍破流出的。”伫迄个头一个圣餐以前，耶稣讲：恁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
总是无人敢相信。因拢确信耶稣神圣的信息，伊也拢将因的人生忠心献予基督。总是有一个人信心无坚定，耶稣就是予即个甲伊坐道、搁啉杯的人出卖啦。食晚餐以后，耶稣平静甲伊的学生讲，因也要出卖伊。若亲像牧者受抬以后，羊群四散逃走，学生拢轻声讲因毋信。然后耶稣因保证讲，这事以后我会搁活，也要比恁大先到伫加利利。后来耶稣到伫克西马尼园祈祷，当伊祈祷的时，伊吩咐伊的学生警醒听候。总是有两摆，当耶稣最需要因的支持的时，学生却困去了。耶稣就出去，到伫伊常常去的橄榄山，学生也缀伊去。伊就离开学生，去到伫约略有迄一粒石头远的所在，伫遐祈祷讲：爸啊，你万事拢为，愿你予即个杯离开我，总是毋是照我所爱。是照你的旨意来行。你。
就伫园内犹太郡外浸耶稣。这是犹太甲罗马兵丁约好的记号。当犹太浸耶稣了后，兵丁就进前将耶稣掠去。所有学生拢惊吓四散。这个事拢是要应验先知所记载的话。只有彼得对远远地伊，密伫这石头院内坐车翼的中间，亲目伫看这石头甲长老找假干净攻击耶稣。天光的时，耶稣互因带到总督彼拉多的面前。彼拉多向大阵的人群问讲：恁爱我放耶稣，还是巴拉巴？众人话讲：巴拉巴，巴拉巴。彼拉多阁问讲：安尼，我要怎样办耶稣啊？众人阁较大声话讲：将伊钉死，将伊钉伫十字架。彼拉多就捧水伫众人的面前洗手，讲：伫即个义人的会，我无罪。众人大声话讲，就将伊钉十字架。因就对伊呸烂，佮迄人踢笑伊讲：来看，犹太人的王啊！迄人耶稣了后，就将紫色的袍脱起来，佮将伊家己的衫甲伊穿落去，就带伊出去，要将伊钉伫十字架。Oh
因看见一个对庄骹来的过路人，就是古年来人西门，就强迫伊举耶稣的十字架。因将耶稣带到一个所在，叫做各各他。因就用苦胆所调和的酒，予耶稣啉，总是伊无啉伊。因就抽签分耶稣的外衫，切做一地，来决定什么人分到倒一地。搁伫伊的头顶放一个斩条，牌顶写讲：犹太人的王耶稣。当因来到一个叫做头壳碗的所在，因就将耶稣钉伫十字架。甲伊同定的有两个叉，一个钉伫伊的正边，一个钉伫伊的倒边。耶稣讲：“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的，因毋知。”有一位马利马太的好野人，伊的名叫约瑟，伊也是军队耶稣的人。伊去见彼勒多求耶稣的身尸，彼勒多就吩咐人将耶稣的身尸送到约瑟的所在。约瑟收到身尸了后，就用清气的幼布包伊，下伫家己的心梦内。伊搁一粒大石伫梦门，将梦的入口封条咧，然后离开迄所在。过当日，遐个祭司头记得耶稣捌应允讲，伫3日以后，伊会对死人中国活。因就命令人去固守迄个梦，行了耶稣的学生
为来偷摕信息，通去甲人讲耶稣有过活啦。7日的头一日，天曝光的时，莫达粒的玛利亚甲别位玛利亚来要看迄个梦，忽然地大震动，因为主的天使对天落来，割开迄粒大石。天使甲妇人讲：“恁毋免惊，因为伊无伫遮，伊已经照伊所讲的过活啦。恁来看主所拍的所在。”也着赶紧去甲伊的学生讲，主已经过活啦。妇人人看到空空的梦了后，就紧紧离开。真囝兄却真欢喜，去将天使交代的事报互主的学生知。忽然，耶稣出现伫因的面前，照天使所讲，因就拢跪落，拍拜主基督。请咱做伙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20章24节到29节。约翰福音20章24节到29节。多马嘛叫做双生仔，伊是12使徒的一个。耶稣来迄时，无甲因做伙伫遐，所以其他的门徒甲伊讲。阮已经见着主啦。多马甲因讲：
我若无看到伊手中的钉子，用镜头摸钉子，佮用手摸伊的鞋鞋，我绝对毋信。一礼拜后，文图佮自集伫厝内，多马嘛甲因做伙，门关地，耶稣来，徛伫因中央，讲愿恁平安。然后伊甲多马讲，伸镜头来遮探我的手，伸手来摸我的鞋鞋，毋通无信着信。多马讲，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甲伊讲，你看到我才信哦，无看到来信的人真有福气。即是请尤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毋通无信着信。请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伫即个疫情的世代，感谢阮会因为遮个外在的代志，伫遮来影响阮对你的信靠。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会通伫遮透过阮信心的敬拜，会通经历你伫阮中间来保守坚固阮的信心，互阮无论啥物款的境遇，阮依然对你有即款的信靠。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照你去行，拢诚做有福气的人。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们。大家平安。透过咱的生活，对于引带咱，对耶稣来到世间，然后为着福音，为着拯救，付上代价。互你我会通伫遮诚做受阮的囝儿。其实对咱的生活对所受的大概我要讲的差不多不过要对无共款的角度伫遮来看去最近伫赖顶面有一层信息伫遐咧传来传去就是讲这卫福部长陈时中。即讲大家毋通乌白出门啦，到伫即个5月节着肉粽节进前拢莫乌白出门所以毋知是因为安尼今仔日人较少去也是讲恁遮可能拢较毋惊啦较毋惊，所以拢行来遮咱伫即个信息内底，就是讲看到遮疫情一旦若染着病即个治疗了，你后半世人嘛拖西人安尼意思啦就即场的瘟疫可能会比17年前迄个SARS会搁较严重用药的副作用嘛搁较大虽然有特效药，总是只有会通保命。所以伫即层的信息内底讲，你若要出门，你就想着你的厝的人你忙伫遮甲拖累安尼所以一定爱伫厝拢莫出门。结果4月11这部长就出来开记者会讲，这是假的啦这是假的消息啦，所以你毋通伫遮乌白信。不过就是讲，咱莫甲较无定着的人伫遮来接触，这是较有影。就爱挂喙暗随时准备好势咱的清洁咱的一寡遮的需要做需要守的规矩。所以伫遮咱也知影讲，咱年长者嘛，做爱团者所以你要注意你乌白团上悬爱用罚偌济。你若300万，你做你甲团袂要紧不过咱真正看有即个资讯伫发达的中间足济咱每一工接收的遮的信息拢足济但是咱要有智慧去分辨今仔日咱嘛看到即段圣经内底。学生甲无在场的多马讲啥物？咱的老师佮我遮个同学遮个同学拢安那，阮拢看见咧总是多马讲啥？真诶假的？假的啦！若无我看到无我手摸探伊的鞋鞋，我无要信。兄弟姊妹，你有相信耶稣佮我无？真正吗？真正你若无看到所以甲你边仔讲，你是搁较有福气的人。
因为咱拢无看到耶稣存伊的钉仔痕，互伊显开伊的血液，互咱看嘛。但是你是安怎相信？我咧最近有几位报名要洗礼，若要洗礼，拢先爱甲我面谈嘛。所以头一个问题，我会问因讲：你敢真正有相信耶稣有过我？有无？有作者表情，你知无？话讲有。若讲有相信的，讲无你互我证据。你甲我讲证据伫倒啊？遐容易。我讲哥林多前书15章，咱来看卖下吼。哥林多前书15章内底，保罗安怎讲？讲当时有机会，就是彼得，佫有啥人？佫有在场的有500外的兄弟，表示讲迄个时阵妇女吼，较无互人看重啦。但是有妇女看到耶稣过我无？有啦。所以伫遮咱有看种上无嘛有1,000外蕊目睭，伫遮看见耶稣，看见伊的钉仔痕，看见血的去互枪伫遐插。真诶假？你看到这个时阵，真诶假？有的人无相信，甲当作是一个故事册。总是嘛有相信的，伊伫遐唱换圣经，伫遐来宣告。像美国的总统，总是迄是毋是形式？就安尼规矩安尼，我就照安尼。是真正，咱对心底相信讲耶稣有过我。所以当你要吞了最后一口气的时阵，你会安怎？你会感觉真有把，你袂惊吓。所以兄弟姊妹，真诶假诶，真诶，咱就带来，互咱有信心面对咱诶未来。所以今仔日咱要透过这段圣经，咱知影全世界用无共款诶方式伫遐来庆祝耶稣过我。总是真正咱心内咧，听这个诗歌听了，你有增加你的信心吗？无？还是拄着这个困境的时阵，你无在场的时阵，你是毋是影响，亲像你的人生的摇移，会搁伫遐来展现出来？也是咱会通透过认捌耶稣基督，迄个过我的主，当咱徛伫即个所在，咱捌记得讲。牧师咧问你的时阵，不管对一个牧师咧问你讲，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你直接讲有。你伫遐有迄款的信仰的宣告，因为你认捌讲，这位过我的主有赢过死无的关系，伊嘛容允你伫即个信仰的路程的中间，互你摇移，直到你坚信。直到你排除这个困难，然后接受耶稣成做生命的救主，耶稣容允你吗？当你在带无道友的时候，你有容允因有这段摇移的过程吗？还是讲你就是拢无信心？还是你会当用亲像耶稣无共款的方式伫遮来对待？耶稣无压迫咱，无牙穿甲咱压咧，讲你著爱信，信无信出在你。这个是上帝互咱的自由意志，兄弟姊妹。这个是信仰真宝贵的，就是讲好，互你家己选择，选择要得到，也是无爱。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讲，拄啊开始，伫头一个国偌济，伫迄个暗时。即群人因关条条，为什么关条条？有真侪人的心嘛关条条。检测有听见故事，听见见证，甲伊讲，你甲伊讲耶稣有过我，但是伊的心犹原关条条。咱做来读来，活大粒的玛利亚就去甲门徒报告讲：我已经见到主，佮讲主有甲伊讲这个话。头一个见证者讲，我有拄着耶稣，伊告我，总是伊甲我讲莫懵，你紧去甲我的学生讲，所以我就来啊。伫以马五的路上，就是大马色这以马有诗吼，这以马五的路上，咱看见迄两个伫遐咧行，伫遐咧行。这两个学生咧行的中间，耶稣突然加入伫因
会行路的中间，行到尾啊，安怎无来暗啊啦，所以来做伙来甲阮食。所以伫食的中间掰饼，目睭金啊，这毋是咱的老师吗？因着赶紧过去耶路撒冷，甲这学生讲：你也看有人做见证，玛利亚做见证，总是这个人呢，因关伫迄个厝内底。兄弟姊妹，可能是这个惊吓，这个犹太人，互因赢过安怎？主耶稣搁我的好消息的，是毋是有这个代志影响你？听见主耶稣搁我就搁我咧，我即马当咧艰苦，当咧惊吓。耶稣搁我的消息有大过这个惊吓，你的艰难啊无，还是你幽怨，你的心门关掉的？你无法度拍开，互耶稣进入帮助你、偷帮你。伫遮咱有看讲，新第2遍过8日，咱看讲伫即个多马的新章，检测这学生一直伫遐讲，真正啦，阮有看到啦。虽然作者无写，总是可能嘛有好奇的去甲摸一下丁仔坟。抢插的所在，总是过8天，咱看阴门要是安怎关条条。这个惊，互人甲耶稣的距离愈来愈远，敢毋是？这个惊，互人要接受耶稣的恩典，可能惊是大人。咱的青年最近就是咧努力，就惊是大人。毛姊妹惊伊的先生来教会乱，所以伫迄个两难的中间，讲我要信耶稣，哪会遐困难？敢毋是嘛，兄弟姊妹？你过去捌因为这艰难困苦来阻挡你，也是讲有遐妖异？无牧师你也讲，迄在色女要安怎怀孕生囝？过去检测无迄个技术的时阵，你会真大的怀疑。但是我咧甲这个慕道友对话的时阵，我讲即摆医学科技做会到袂？做会到啊！迄个人工的这个受孕，敢毋是？总是咱常常用咱家己想法理解，伫迄中间来限制耶稣伫咱的生命中间的作为。奇怪咧，这妇人人都甲咱讲啊，是怎这学生还搁咧摇疑，还搁伫迄个惊吓的中间，所以惊这犹太人比安怎耶稣搁我搁较要紧。咱的心是毋是因为这外在嘛幽怨共款安尼，互耶稣的恩典无法度进入到咱的内底，亲像多马讲啥？除非我看见伊手上的这个钉仔痕，用我的指头探入迄个钉仔痕，用我的手探入迄个血液，我绝毋信，我绝对无要相信。这个妖异是互人甲耶稣愈来愈离开，所以伫遮也提醒咱，为什么爱凭信心伫遮来求？一点仔无妖异，我用台语则无解着，我用台语来读咱听。不过恁靠着信心祈求，毋通妖异。妖异的人亲像海涌互风扫，起起落落。即款人三心两意，所做无定性，免想要对主得到啥物哇！这个妖异安尼会影响到咱安怎？讲你毋通想讲要对咱的主遐得到啥物。所以兄弟姊妹，你若要得到啥物，这个就是咱爱去面对的，爱解决的。多马，如果伊若是一直停留伫迄个妖异，检测伊袂讲我的主，我的上帝。检测也无亲像讲后壁一寡传说讲伊走去印度，走去地伫遐来宣教。感谢伊，因为安尼离开这个团队，伊无法度继续伫遐来传福音。
如果咱若一直停留伫迄个摇曳中间，即个甜盘的中间，咱就无法度得到即个救恩，无法度徛伫遮来讲主，你是我的主。多马嘛是安尼，检测伊无法度伫后壁，咱要看讲我的主，我的上帝。除非，兄弟姊妹，咱来看多马有啥物除非？伊除非爱看见，你知无？你知影看见无代表你会相信呢？马太福音28章17节讲啥物？当耶稣伫大使命山遐，然后因伫遐拜伊，然后伫遐颁布大使命。总是圣经内底即节安怎甲咱讲？圣经伫遮讲，因为因见到耶稣就甲伊拜，不过有人腰地安怎摇疑，都互看到啊！耶稣要上天。圣经马太福音28章17节讲，还有人咧摇伊，所以眼见安怎，目睭看无代表安怎，伊相信呢。所以人足奇怪，多马除非安怎，我看见，这视觉嘛，吼，过来我安怎摸着，触觉，迄个感受着，安尼我敢要相信。兄弟姊妹，作者无甲咱交代讲啥后壁伊有去摸有去迄落无，有看到啦，总是有去摸无甲咱交代嘛。但是咱有看伊讲，伊尾仔迄款的一个宣告是足要紧啊！地教互伊无白费浪费头前遐时间哦。除非咧，来，咱来想讲，你的除非是啥物？有啥物是因为安尼？除非咱无我毋信。有无？除非我找到工作，我敢要相信这位主是供应我的。所以有人会因为安尼祈祷，所以除非安怎？除非互我的病得到医治。互咱加瑞兄嘛，是无？我信息咧传讲，伊头一遍咧要开迄个马来江遐。规一失败，对无？即摆佫找另外一个医生，所以咱若停留伫迄个失败中间，除非你佫一边甲伊无要相信，无采我过去安怎奉献安怎做，对无？感谢主，咱会通超越即个也袂。除非互我经济，我的债务还了；除非我的囡仔会当考到理想的学校；除非我经历生涯技术，除非互我改善我甲翁某的关系，也是亲子的关系。兄弟姊妹，咱想看觅下你的除非是啥物？这个除非可能会安怎？除了安怎，你就安怎？是毋是影响到你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你的救恩？特别这个无道的朋友，咱的青年讲，除非可能在父母会通伫遮来答应，若无咧，尼伊若拢无答应，你嘛一世人拢无得到即个救恩。即个就是咱爱伫遐超越的哦，这是咱的困境哦。咱咧引出来人，咱有永远讲你的除非，你的怀疑，无。就是讲，你就是无相信，你就是信心无够，就用骂安尼。耶稣去敢有甲多马骂？有无？无啦，圣经无讲安尼讲，你哦对我3年，无采你对我3年半。因为咱耶稣知影，咱每一个人拢有迄个软弱，也是迄个摇移困难的时阵呢。所以拄仔诗歌一寡，这位主是安怎？知影你信心有偌济，伊安慰你。伫迄个苦难中间，特别知影咱的软弱，所以更较需要伊的陪伴安慰。所以你也看讲头一个，耶稣无甘骂，耶稣用伊的听，伊的用稳来包容多马伊的摇移。耶稣也无
在场啊，伊是哪知影讲多马有讲遐话，除非我看见，除非我手摸着丁仔云甲探迄个协议，所以你就知影讲耶稣是全能的。学生嘛无甲讲啊，耶稣无在场，但是伊一甲伊接触，耶稣就讲啥物。所以耶稣知影哦，伊知影讲我若无看到伊的，我若无探到伊哦，用镜头啊摸，耶稣拢知影咱的心内咧想啥，知影你心内除非。伊嘛用阮你有即段的一个使性地也好，也是迄个交易也好咧。伊知影你嘛有私底下讲，若无安尼哦，我绝对毋信啦。但是伊是主爱的主，伊知影咱的交易，伊知影咱的心内的困难，知影你面对环境，你要安怎赢过，还阁有一段的坎站。但是伫遮讲啥？伊愿意接受多马的挑战。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讲做伙读来，然后伊甲多马讲：伸指头啊来遮探我的手，伸手来摸我的协议，毋通无信就是。伊知影伊的软弱，知影交疑，所以伫遮来鼓励伊。因为咱若无在场，咱听别人咧讲，哦，你讲甲哪有影咧？哦，讲甲迄见证安尼，哦，耶稣哪像甲伊啥同在？你若看听迄柯安通，听一寡遮印度牧师因迄款的超自然的经历，你心内毋知想讲，敢真正？真诶啊假？除非哦，互你家己经历着，互你家己倒伫遐，互你家己伫遐经历圣神，你敢会讲哦，真正呢？哪像去互颠着安尼，所以无共款的感受哦。也姊妹，咱看伊遮学生就好参在上顶咱，你有看见啊？你是毋是上伫遐来为主来做见证哦？咱做下读来，所以其他的门徒甲伊讲，阮已经见着主啦。即个意思就是讲，你伫甲人讲福音的时阵，甲人讲见的时阵，我有安尼经历，我相信我有见着，我有安怎着。迄就是你咧讲见证。上伫时候小组伫遐咧聚会的时阵，咱初信的兄弟哦，伊就咧分享，伊安怎伫迄个困难的中间面对太太迄个病痛，伊毋知影要面对。伊讲较早若无信耶稣，伊毋知要安怎。要安怎伫迄个宜兰租厝？要安怎啥？伊伫桃园国小伫迄中间咧做迄个守卫吼。伊讲哦，我2-3年啊，2年外咧踅迄个操场的时阵哦，看到迄个十字架，伊心内作想安怎？心内作想讲，我一天若有来信耶稣，毋知要偌好诶。因为迄时阵受到一寡当时信仰强庙的一个束缚也好，连结也好，所以伊的心内有安尼咧想，昨咧分享见证，伊咧分享见证，咧分享伫即段期间实在足忝的，总是因为有即个信仰，所以伊通调整，亲像咱顶礼拜所讲的，要怎调整伊迄个情绪啊。伊伫遐咧做见证，感谢主，我若无主，我即马毋知要安怎面对。上帝差派天使，差派伊的亲人，差派咱的组员、组长，成做伊的帮衬。体贴，看伊一个人，你免主来阮兜遮啊，连对面哦。兄弟姊妹，因为你所做的，互伊看到主。因为你所做的，互伊感受到咧，所以教会诚做主的见证，是因为毋是你干那讲，阁有你的听的行动。我相信伫即8天，多马一定一直吵，我抗议啦！恁拢讲恁有看到耶稣，我毋信啦，去互路加。但是因犹原伫遮陪伴伊，伫第8天。迄个主日，
游玩搁陪伴伊，可能是8日，可能是1个月、2个月，是1年、2年、3年，因为有你的陪伴，互这个人伊会通经历到主的机会，兄弟姊妹。所以伫遮，互咱知影讲，对怀疑到相信的旅程，因为有你，因为有主。拄啊一开始，伊嘛问耶稣，咱做来读来，多马甲耶稣讲：主啊，阮都毋知你要去倒位，要哪会知迄条路？耶稣讲：伊要去啊，伊要去甲咱准备啊。啊，准备好势，要过来接咱。多马伊毋知啊，伊真坦白啊，啊，我都毋知，啊是要哪行啊？耶稣尾仔甲讲：我是啥？我是路，我是真理，我是活命。若无照着我，无人会当去爬遐。哦，那安尼伊小可有一个想法。但是当伊无看到的时阵，伊伫遐讲：若无看见，我绝对无相信；若无摸着，我绝对无相信嘛。迄是否定啥？迄伫原文的内底否定啥？我无相信讲迄世人有过我无相信耶稣会过我即回事咧。迄若伫转去原文，伊的原文内底意思种相定的否定呢。但是因为有即阵谈判，因为有即阵同学陪伴，因为耶稣会宽容伊、接纳伊。容阮伊的交易，伊嘛容阮咱伫迄个面对可能啊，亲爱病痛，面对你家己病痛，面对你家己失败、经济、婚姻等等者，伊无离开你，伊永远咧等待你。亲像多马，圣经拄仔讲无交代讲有梦无梦，我想伊看到伊就知影差不多啦。所以讲。我的主啥？我的上帝。咱来讲一遍来。我的主，我的上帝。多马回答对耶稣讲：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上帝。兄弟姊妹，你知影这个是一个真要紧关系建立。我去银行领钱，准备要为着搁偌济奉献嘛。兄弟姊妹。我若一张卡互你去，啊，你会当领袂？会啦，我甲你讲迄个密码，你就会当领嘛，对无？但是我若无甲你讲密码，你无法度领。啊，你敢真正相信讲即张卡拢落啊字语的，啊，你要偌济就会走出来？你有相信无？为什么无相信？因为内底看你有存款啊无嘛，对无？啊！我就知影讲我内底有偌济存款，所以我要领的时阵，我按照迄个数额，我字语的。啊，你敢有相信讲迄个门开开有钱出来？有相信无？你有把握无？这个就是讲你的额度、你的存款、你内底，你知影。你甲上帝中间，因为这张卡也是讲，伫迄个中间迄个密码哦，字语的哦，你要偌济字咧，你。确定，记落时，你就听到声。啊，这就偌济吼，差不多偌济，对吧？但是即摆咱的信仰嘛是较注中间你爱累积呢，毋是一工两工。兄弟姊妹，这信仰累积是帮助你要安怎赢过这妖异，你敢会当摕出来？奉献伫主面头前，迄个信心哦，最后要互咱知影讲哦，凭信心不凭眼见啦。凭信心，拄仔已经甲咱讲马太28章17节讲，啊，这个人奇怪呢，啊，都有看到啊，啊，圣经嘛，佮写作者讲伊嘛，佮还在怀疑啊，还在犹豫啊。所以耶稣甲伊讲，你看到我正信哦。最后一句来。无看到来信的人真有福气，无看到来信的人，兄弟姊妹，咱拢是属即款的人，你知？哦，咱中间嘛有社区的朋友哦，你知影你要安怎真做有福气的人无？
迄个信心就是互人成做上帝的囝儿哦。最后一个目的就是咱看这福音书，除了要引带这个非信徒来信主，得到福气，所以咱的社区的据点讲得福。迄时我咧想名的时阵讲，嘿，要号什么名？所以后来讲，得福，要安怎互人得到福气？相时毋是要安怎互人得到福气尔，嘛是咧造就咱、教导咱，要互咱安慰咱。伫你咧传福音的时阵，可能有安怎，互人拒绝、失败，总是袂要紧。圣经讲啥？你传你的，对无？啊，伊若无要接受咧，福气归你啥人？啊，你嘛莫因为安尼讲吼，你上好莫接受，所以我拢会当得到，敢是？啊，即摆。个我，咱要甲人讲，所以念咪有个碗两嘛，哦，啊，佫有加一包米啦，哦，今仔日哦，特别闹来就有福气啊，你知？哦，你会通摕到米，摕到迄个哦，即个卵啦，啊，卵是代表讲一个新的生命、活命吼。啊，即嘛有啥物除非啊？除非我安怎个？你放伫祈祷中间，主啊，帮助我。将这一项一项的除非除去，互我会通亲像多马讲，我的主，我的上帝啊！耶稣是我的主，那安尼你相信伊是我的主，趁早掠条啊，掠条即个你还袂信主，还袂洗礼，趁早掠条即个机会，莫阁互遐除非颠盘你的骹步。咱做伙起立，咱用这首诗歌。我相信，伫遮来回应咱所听的哦。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我也记将永远我命来相思。我相信。伊爸是我的阿爸阿爸，伊是在听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诚信是我的安慰者，伊是靠温柔的同在来看见。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日子相随，我们一生跟对伊。这位来宣告来，我相信，我相信，信靠的有福气，选择最上好的道路无便利。把你的手举起来，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用信心来宣告，我相信。你有相信耶稣的福气要临到你无？你有相信这是上好的道路无？选择最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也就是阿爸爸，伊看我做无悔。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上天我的就是阿爸爸，
你有相信上听你的，是这位耶稣，伊愿意为着你牺牲流血，总是伊无一直掉伫迄个十字架，伊无一直倒伫迄个坟墓，伊是赢过死无关系，会当互你有永远的生命的这位主。伊是要成做你上好的朋友，伊是要成做你的安慰，伊是知影也容忍你伫迄个摇移，伫迄个软弱的脚步的中间等待你。亲爱的耶稣，感谢你，拣选阮才会有做人。竟然会通成做服侍你的车用，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会通伫遮常常经历凭信心，无凭着阮所看见，因阮看见检测袂通坚固阮的信心。求你的神来管辖阮，充满阮。互初代使徒安怎领受圣神，赢过这惊吓，甲徛伫公会，徛伫众人面头前，为着主你来做见证。求主你的圣神也充满阮，赢过这惊吓，互阮甲对人伫遮来分享你的福音。互阮会通亲像多马共款回转，会通伫遮宣告讲：我的主啊，我的上帝啊！感动这无道的朋友，互因掠掉这款主你予伊的机会，容忍伊伫这个中间的这款的过程。求你来说，伫主你国外日子，阮毋干那是用诗歌来学乐，阮也恳求你帮助阮用行动来活出见证的人生。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如果你也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献乎你，做你路用到今时。上帝是阮的避难所，阮的快乐，阁是阮伫患难中及时的帮助。你保守阮的性命伫地上享福，看过散车的人真有福气，破病的人你要互伊阁爬起来，怜悯阮，医治阮，愿感谢你。
阮就唱歌、弹琴、跳舞来称赞乌罗你的名。上帝啊，愿你的伟大搬过天，愿你的荣光遍照全地。愿天父上帝，互所有用台湾话的人，拢听到你用阮亲像爸母遐尔亲切的话来对阮讲话。圣神帮助阮，就安尼来认捌你，搁来承认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脱离黑暗的阴影，耶稣得胜；脱离死亡的阴影，耶稣过活；脱离世界的阴影，阮会得重生。耶稣永远活伫，阮要因为你的慈爱欢喜快乐，愿一切荣光拢归伫你。但我要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伫你的圣工，愿主欢喜接纳。愿安尼宣告、祈祷甲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请牧师来报告。报告的大师，毋知道咱头一遍来，甲咱三个敬拜的兄弟啊无？若无，咱来看周报消息。今仔是过偌济，咱庆祝耶稣基督赢过死无关系吼，即个过偌济赞美礼拜，咱搁一遍拍鼓来感谢将荣耀归予咱主，也感谢咱的圣乐队引带咱用诗歌直接来敬拜咱的主吼。所以会后有要发即个过万两吼，搁有一包米吼，就这种无偌大包啦，不过吼。会通伫遮正做一个分享。咱49号1楼、2楼后壁遐吼，咱可能入来就会感受到吼，哇迄拆吼拢足紧的吼，要起做吼是有时间吼，所以游玩咱嘛是共款吼，咱要拆费足简单，总是要起做咱的信心吼无简单吼，所以咱做伙来学习。也伫这装修过程中间吼，咱的办公室吼，伫702、703甲403分线吼，电话分机无变吼，咱今年度第3次的圣礼典要伫5月初要举行，若要洗礼吼，今仔日最后一天吼，即回的这要报名洗礼，伫今仔日进前吼，牧师甲行政干事来报名，咱110年的这奉献证明已经放伫咱的这名牌的盒内底吼，咱有问题吼，会通甲各界里媒伫遮来接合。今仔日的因为这疫情啦，这囡仔吼，拢还无拍注意用车，无证书啦吼，所以吼，咱这囡仔也是讲上车的这个小组该线上吼。OK， 下。咱这注意二吼，就是讲咱儿童阿加佩嘛是共款吼，因为防疫的考量，咱游玩该线上吼。好，其他请咱家己来看吼，圣乐队是会后念伊若要做伙来翕相吼，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读2遍来。耶稣甲伊讲：“你看到我正信哦，无看到来信的人真有福气。”约翰福音20章29节，搁一遍。耶稣甲伊讲：“你看到我正信哦，无看到来信的人真有福气。”约翰福音20章29节。请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歌，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吟诗煞，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恳求主，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个保护。假使我仍然欠必是正，让我大日遵守你诫命，予我伫黑暗中做光明，做引带生命的路，这是我人生必
心祈祷，领受上帝所。愿恁大家伫主耶稣基督赢过死无关系溃烂充满恁，互恁祈祷伫地面上捆绑的伫天顶也要捆绑，伫地面上讨放的伫天顶也要讨放。愿主上帝永无改变的慈爱，亲像盾牌四面来固守恁，伫即个疫情升温的中间，保守恁出入，恁行达拢有得到平安。也愿主圣神充满恁，得到伊权能，会通伫遮分享见证，成做上帝荣耀的见证人。对此时，直到永世大保证。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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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咱的礼拜到遮，咱若领这个话两家米吼，是伫咱二楼外口吼，二楼外口，愿主的平安甲咱三同在。